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平安。无论你是在线上还是在现场，都跟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感谢主，今天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无论我们这一周经历了什么，让我们把一切的重担、责任、忧虑都交给我们的主。我们用感恩和赞美来到他面前，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是配得我们尊崇与敬拜的君王。今天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将自己完全的献给他，用我们的歌声宣告我们的心属于他，我们愿意跟随他的心意，迎接他在我们当中同在。这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恩典每天托住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使我们能够一同亲近你，敬拜你。主啊，求你安静我们的心，除去一切的忧担，使我们专心的来仰望你。今天我们愿意将心献给你，承认你是我们生命中的主。求你引领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学习顺服你，跟随你。圣灵啊，求你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充满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我们的敬拜不只是声音，不只是歌声，更是生命向你的回应。因为你是荣耀的君王，你配得一切尊贵、赞美与敬拜。孩子这样祷告，都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请会众站立，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谦卑的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单单属于你，单单的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我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心上的全所有。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
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的祷，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心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们大声的跟主说，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的祷，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心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主啊，谢谢你们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愿意将全人和全心完完全全献给你。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不只爱你，更愿意跟随你的心意。我放下自己，来到你座前，谁降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颠覆你为我重新的生命，与自己分离，与我更靠近，相遇基督里。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全是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我愿意。天父你同在，使我灵安息，心思和意念都属于你，倾听你声音。耶稣来亲自带领我生命，每个决定，每一个脚印都在基督里。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真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我愿。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
交给你，献上这心灵真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我愿意。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真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你的话语是我生命，跟随你心意，我愿意。是的，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的生命，我愿意放下自己，单单跟随你，因为主，你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因为你是荣耀的君王。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前进，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何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
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是的，主耶稣，虽然外面有风有雨，但是主你的宝座在这里。主你坐着在宝座为王，一切的风雨都在你的掌管之下。神啊，我们感谢你，虽然天气不稳定，我们敬拜你的心却仍然火热。无论是在现场的实体，以及在线上弟兄姐妹，我们都同心合一。因为当我们同心聚集，奉你们能聚集，君王就在这里。神啊，愿你的大能掌管这个礼拜，愿我们礼拜成为馨香之祭，呈现在主你的面前。愿你悦纳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愿你悦纳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敬拜与赞美。愿神掌管，愿圣灵保守，让今天的礼拜荣耀归给你，每一位你的百姓得着属灵的激励以及祝福。我们要学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同心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请坐。弟兄姐妹啊，今天虽然有风雨哈，有的弟兄姐妹在家做线上礼拜，但是我们等一下啊，我们讲道完，先有一个信仰告白，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医治祷告时间。欢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需要服侍的，无论是肉体的病痛，或是心灵上有需要神的恩典的，我们都勇敢到前面来。也请敬拜团，还有我们每一位服侍者、代祷者啊，都预备心。感谢主，谢谢。恭受上帝的话。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节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7章1至6节，我们一起来读。不要评断人，上帝就不审断你们，因为你们怎样评断人，上帝也要照样审断你们。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上帝也要用同样的量器量给你们。你为什么只看见弟兄眼中的木屑，却不管自己眼中的大梁呢？你眼中有大梁，怎能对弟兄说，让我去掉你眼中的木屑呢？你这伪善的人，先把自己眼中的大梁移去，才能看得清楚，怎样把弟兄眼中的木屑挑出来。不要把神圣的东西丢给狗，他们会转过头来咬你们。不要把珍珠扔给猪，他们会把珍珠践踏在脚底下。接着我们要请芷兰小组418果子学园团队来献诗，他们要献唱的诗歌是《向山举目寻求你面》。献诗结束，今天牧师要讲到的题目是基督徒的人际关系。将你道的荣
亚，感谢主，谢谢我们的指南小组，还有418同工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也没有台风，不知道为什么停班课，好像礼拜天特别让我们安静休息，来面向神哈。今天也是阿公阿嬷的节日了哈，在座有没有阿公阿嬷的举手一下？有哈，有哈。好，我们给隔壁有做阿公阿嬷，很像阿公阿嬷的，给他祝你说阿公阿嬷快乐，好不好？来祝一下。现在年轻阿公阿嬷很多了。现在天气真的是变化很大，我们以前都是因为台风才会停班课哈，现在竟然是下豪雨，也是风险更大。那这个礼拜刚好牧师呢跟我们的那个提摩太的青年哈，也做了一个特别的澎湖之旅哈。那感谢主了，今天能够回到我们当中来主理，不会受影响，真的感谢主。现在我们的青少年提摩太现在还在七美，在七美。他们是预定明天要回来，不过现在整个行程会不会受天气影响？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礼拜三呢，我们青年呢，他们特别租了游览车，一队20几位，是从我们台南将军乡有一个马沙沟，现在不是什么将军侯那边吗？大家在办那个活动那边有一个港，那个港是离澎湖七美最近的一个港。所以他们就从那边开船而且它还有观光的行程呢，因为那边有一个南方四岛的国家公园，以前有住人，现在已经慢慢都搬走了，剩下2个导游，他们就登岛去走一走、动一动、玩一玩但是那一天已经开始浪就不小了，好多位小朋友都晕船了，但是大家怀着热诚的心就到七美去了。第一天天气还很好。但是第2天就开始下雨了那感谢主，他们的行程都在岛上都还算顺利了。那这一次行程当中，我跟我们教会有龚校长还有燕芳老师呢，也随团去看一看、走一走。那我们的时间其实是就礼拜五就要回来，当初他们的游览这艘游艇呢，它是礼拜3开一趟。礼拜5再开一趟，所以原先是设定说那很好啊，礼拜3去住1晚、住2晚，然后礼拜5回来。那没想到还没到礼拜5，他们就宣布说抱歉了，我们这个船不开了。不开有2个原因，他说天气不好其中应该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观光客了，观光客他开船就要撩钱那我们跟龚校长他们就开始赶快找下一个替代行程，所以赶快礼拜五赶快搭船上马公，就是那个大岛，因为它有交通船，所以赶快搭上去，因为飞机也停飞了。然后赶快就到机场去开始候补 standby， 从下午2点多开始等到已经吃晚餐了，都还没有等不到我们的位置，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候补了一大堆上百个了。那每次候补才2、3个、3、4个，所以等到吃晚餐的时候，大概想说，再等下去，即使有位置他也没有飞台南，他就飞高雄，那高雄再绕回来，那就半夜了干脆就再休1晚吧，再休1晚这样子，我们就到附近的民宿住了1晚，隔天一大早赶快再来，还好是先买了1张到高雄的票，也先把它买下来。不过我们还是不死心了，就是赶快到台南那个候补看一下有没有。真的很巧，有很多人退票，所以赶快就补到台南的。想说这样是小确幸不用再从高雄再绕回来台南。不过一到登机室又宣布了说台南高雄飞机场能见度太低，雨太大，不能降落，所以
暂停登机这样子，那只好在那个候机室等，想说不会说已经要登机了才说取消，那就麻烦了。不过这个历程其实对我们一个澎湖人来讲，那是平日常啦，常常会碰到，所以都有心理准备，耽误个1、2天很正常的事情。我们曾经以前有人就耽误了3、4天都有，就一直关在那边。那很顺利虽然下雨中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那真的是感谢主。虽然路程一变再变哈，那其实这一次年轻人去那边，他们是没有针对主日学，他们是针对老人，因为主日学生都到台湾去探亲了，没有小朋友就改到跟老年人在一起，也感觉上非常有趣啦，大家很高兴玩得很高兴。不过我觉得最大的学习是，从年轻人去走这个路程，交通、船、飞机什么的不方便，可以体会到人世间很多事情不是按照你的计划就能完成的。你要学会平常心去面对，学会平常心去看见神为我们的预备，不会焦虑，也不会太过于烦恼。那交托给神的这个功课，我想是给年轻人最美好的学习那很感谢主能够顺利回到这里，能够在礼拜天的服事没有受影响，真的要感谢主。我们要一起学习登山宝训的第10篇，今天的主题叫做基督徒的人际关系。我们一起先来做祷告，再来学习，一起分享。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跟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有你的同在，我们就必有平安。虽然风雨变动，但是你坐着为王，让我们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就勇敢壮胆往前迈进。愿今天的礼拜，虽然很多人因为下雨受影响，但是我们仍然在线上一起在现场一起同心聚会。愿神的同在让我们明白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甘甜，也让我们明白主你的教导，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更大的力量。将这个礼拜这个分享交托给主，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这个登山宝训系列第10，我们今天讲的是其中的一段，它的主题叫做基督徒的人际关系。看起来这个题是很广泛的，但其实耶稣透过第1节到第6节的经文，他讲了一个主题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只要同样这个点，就是评判、批判人在批判当中所要遇到的一个真理的学习那这个人际关系很多种，我们在教会的周报里面的第6页，我们每一次都刊出一个，请大家为自己或是为家人蒙福5重祝福祷告。5重祝福，我们在周报第6页里面有特别提到说，我们领受这5重祝福是我们人生最美好、最基本、最需要的。第一个是身体的健康，第二个是事业或是学业上有兴盛很顺利，工作上顺利，第3个有心灵上的喜乐平安，第4个就是今天的主题，他说有美好的人际跟家庭的关系再来就是有美好的灵性成熟。那这5点是装备或是建造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得着祝福的一个基础。那所以可见这一个主题人际关系也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无法避免的。你要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你要成为让人家看重的人，人际关系就是你经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功课。那今天的主题，耶稣特别放在一个比较针对的点。我们看这段经文，耶稣说：“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用什么量器呢？”他在讲这个，不要评断人，上帝就不审断你们，因为你们怎样审断人，上帝也要照样审断你们。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上帝也要用什么量器来量给你们。3段话，你这样，上帝就不这样；你这样，上帝怎么样？你这样，上帝怎么样？
那换句话说，当你出自于自己的行动，上帝也要按照你的行动来衡量你这个人。评断人，上帝就评断你。你什么量器量别人，上帝又要量你们。那这样的话，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一点？这一点是我们基督徒，当然其实包括一般的人，我们在人跟人之间，我们在群体当中，我们必定会碰到的。因为耶稣并没有期待基督徒的群体是完美的。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的聚集，罪人的团体，是一个普通的聚合。我们上一次也在教会的一个界限当中知道，我们是一个普通人的聚集，但是带着上帝伟大的使命。我们是一群普通的人，但是也带着上帝的恩典，要把上帝恩典讲出去。那也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不是把它看成完美的。有人常常讲说，哇，这个地方就是天使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的人之间的纠葛，不是啦。因为主耶稣很清楚，里面我们常会存在着误解和问题，特别是你有爱的交流，就会有触碰，就有像那个刺，或是所谓的那些渣渣会在里面。因为爱常常会衍生出很多不必要的批判所以主耶稣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当有人出现不当的行为，明明有缺憾了，有不好的行为了，有不好的话语了，那基督徒要怎么样来对待？意思是不是故意生事，但是一旦有事情的时候，基督徒的态度是什么？那我们在信仰的大家庭，我们通常用什么方式来纠正呢？因为不是一个审判的地方，说一个定罪的地方，或是一个驱逐的地方。我们知道有很多团体呢，它一旦有小小的瑕疵，它等于说你失去了会员资格了。你没有缴钱，那你不要当会员了你行为违反这个规律，你就离开。基督徒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耶稣提供了我们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当然常会遭到误解的。他说：“你们不要评断别人，免得你们被审判。”那什么意思呢？那就不要评判吗？因为怕被人家审判嘛。耶稣讲的不是这种消极的方式。耶稣不是要我们停止对人做道德的判断，无视其错误，拒绝分辨真理和错误，善和罪行的不同。意思是说把它放着和稀泥，让它慢慢好像那个腐坏的东西越腐越大感染越来越深，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刚刚讲到人际关系，因为人跟人只要在一起，特别是更亲近的人，它其中产生了一些冲突跟对立，就往往在不自然的或是不自主的就会发生出来。那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品格的教导，或是我们的一个道德规条，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了。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论人是非，自己就是是非人这个大家常常听到。那听归听，但是一旦事情发生在本身的时候，你其实分不出来。我哪里是论人是非？我是主持正义耶，我主持真理嘞，哪里在论人是非？那问题来了，你的眼光、你的判断、你的直觉是对的吗？我们也知道，人世间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一旦群体角色定位的时候，无形中的对立或是误解，就不要讲，那就会发生。一个老师很严格，要求学生你要准时到，9点要准时到。小学生会在家在路上玩东玩西，想说越慢到越好。老师要求的准时，学生是想说多拖一点这更好，是一种对立的存在。老师要求写作业，学生说写少一点不要那么严格，不那么要求。那更不用说父母亲对孩子，他认为是出发点是好的，要求这个要求那个，早一点睡不要玩太久的手机什么样的，但是孩子会觉得说你不要管那么多。夫妻之间最亲密的，反而更容易产生一种对立跟冲突，
因为我们比较容易在最亲近的人当中表露出自己的原始的本性。那这些我们在生活上都会碰得到，更何况说，在一个群体里面，有时候跟你没有很直接利害关系的时候，你说一些风凉话，说一些批判的话，说一些不喜欢的话，那通常就容易发生出来。那问题来了，评论别人是会很好，因为大家好像很容易有一个出口，尤其现在现代的社会，这一种评论批判更是直接在表面上呈现出来了。以前还是耳语啦，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反正好像空穴来风，什么事情走过就算了。现在不是，现在是直接在电视上，直接在媒体上，直接公开的讲。那我们就发现说，现在呢在媒体上，反倒是讲越毒，好像越有点阅率，很多人喜欢看所以会讲什么毒舌评论了批判别人，批判的头头是道。但是很多人就是去挖这个批判人的，哇，他有什么不好的行为被狗仔拍到了，就一来攻来攻去，一来攻来攻去。而且现在又有什么 YouTuber 啦，或是很多那个直播主啦，哇，那更不得了啦。很多隐私都搬到公众场合，在网络上攻击。那这个会形成什么现象呢？以前当然还有一点珍惜羽毛，对不对？好，不要曝光。现在不是，是大家不怕你评论了。我们就常常听到一句话说：“死猪不怕烫热水烫。”那怎么办？死猪不怕热水烫，所以就你再骂最好，我点阅率高就好。现在有人是故意负面的把负面的弄了一大堆，然后你的点阅率高。那个情况已经是是非不分了，反正就是我们的很多道德准则都被污染到，被颠覆到了。那我们回到教会这个群体，因为是人的聚集所以那个不完美一定会在我们当中发生。那基督徒的群体要怎么样去遵守呢？耶稣给我们教导是很直接、很清楚的。之前我有看到一个图卡，他讲了2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这边来分享。说教会的群体有一个提醒：完美的教会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都还在被塑造。所以呢，你觉得这个教会不完美，那我换另外一间不是比较好？他说，换地方、换教会不会解决问题，因为根源在哪里？是自己。你改变自己才会改变环境。常常在很多教会的群体当中，因为我们一个台南市几十间教会，对不对？常常看到有一种人呢，是叫做什么呢？就是说，他认为别人不对，只有我对。然后用一种顾客的心态，用一种享受的心态，那都认为是别人不对。但是当他在别的地方的时候，一旦自己不改变，问题还是出现。那这个不是说我们换教会是不对的，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当你自己本身有问题的时候，不是见怪别人，而是自己去改变，自己改变才能永久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一个健康的态度是，上帝呼召我们不在不完美中彼此接纳、扶持，学习用爱来修补裂痕，让恩典成为教会最美的见证，而且是学习去爱别人。所以这个有一个很好的设定，就是说，我一旦发现可能问题不是出在我这里，我只是换一个环境来重新被塑造，那是没问题。但是当你觉得别人不对，都是你对的时候，你换环境是不可能改善的，是你要先从自己去改变自己。当我们学习用爱来修补的时候，让恩典成为教会最美的见证的时候，圣经这段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当我们融入这一个万有者充满的，你就不会认为说，好像只有我看的是对的，
是我最有看的，别人都是错的。所以耶稣跟我们讲到，不要评断的命令，批判评断。他并不是说我们就进口不说，什么事情好的好的坏的不说，他是说他不是对邪恶跟错误视而不见。耶稣所拒绝的是一种评断主义，就是开口闭口都是别人不对，开口闭口都是别人对我不好，开口闭口都觉得说我是受委屈的，那这个评断主义就不是正确的。因为这样的批评者通常倾向于怎么样？对别人严厉批判，但是不是出于爱，或是出于恩典，或是出于怜悯。因为爱、恩典跟怜悯的批判是带着保护的，是带着爱的，是带着委婉的，是带着一起成长的。那耶稣就很清楚了，你评断别人，上帝也这样评断你。他讲的话是说，你不是因为自己的一己之私，或是一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偏见。所以基督徒常常有一个省思，就是通常我们就是属于被评断的人。你一旦站上一个角色，无论你是圣歌队员，或是牧师，或是一个司会，或是一个服侍者，一旦在一个角色里面，马上就会被评断。当然有人说这个今天某某人服侍得很好，被赞美，被鼓励，然后被关怀。但有人是用消费者的角度这个不好，诗歌不好听，什么事情都是用负面的。我们省视的是基督徒，我们自己常常就是被审判的人，所以我们胆敢去评论别人，我们就会更接受严厉的批判。所以你看，说人是非，自己是非人。你看，常常在电视上一些评论者评论最厉害，评论别人最厉害的人，当然他自己也被批判得很厉害。所以呢，基督徒我们特别要去提醒自己，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故障的检测器，好像他来就是把一些脏的、不好的坏的都讲出来了，好像一看到他都讲坏的。所以他对人的态度总是怎么样呢？是负面的，是破坏性的。他们很着迷，就是很热衷去找别人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当你戴着有色的眼镜的时候，看到别人都是有颜色的。有人常常讲说，他的眼镜不知道什么原因沾了脏东西，然后看到一个人的脸明明这个脸非常的洁净，你说哎呀，你脸有黑斑点这边有不清楚不清洁人家说是你的眼镜有问题问题是在这里，有些人就是这种生性是这样子，因为他没有被建造，他生命没有被修复，所以常常用这种方式来成就自己的安慰，自己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别人都是不好。那这个问题到后来，他可能不只是一事无成了，他可能连朋友都没有。所以我们从负面上来讲，我们要消极的去面对这些不被批判不被人家定罪，但是积极的是，我们要看见那一种赞美、祝福，还有彼此来造就这个呈现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认定，就是说，没有人类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去做绝对的评断。所以你站的角色完全都正确的，因为只有上帝懂人内心。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事情，那不小心就马上做出判断，但是神才能看见隐藏的动机。曾经有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一个猎户他因为太太因为难产过世了只好自己养育那个小孩。他有一只非常忠心的狗，平常他如果出去外面打猎，他就要求那只狗，你在这里面等着等着要好好陪伴，不要被外面的那个野兽或什么东西来干扰。有一次他到远道去打猎，回来的时候一打开门吓了一跳，看到他
他的那只猎狗呢，嘴巴满满都是血。他一看马上下结论说：是不是我太久了，没有东西给你吃？是不是家里的孩子被你咬掉了？哇，气得不得了，马上拿出他的猎枪，把那只狗一下子封掉了。那只狗挨了几声就没气了。等那个枪声一响，婴孩的哭声哭出来，他才发现说，那个小孩子平平安安躲在床底下，因为这只猎狗之前就为了抵抗外来的野狼，跟他打了一仗，身体也受伤，嘴巴还是血。但是这个猎人因为太爱孩子了，看到狗嘴巴都是血，不管3721，也不问清楚，就先把这只狗打死了。原来狗为的是保护它的小主人，竟然跟那些野狼打仗争斗了一次。那人常常就是一种很误解跟判断，然后做错了事，而且有些事情做了就没有办法挽回。所以我们常常要有存在一种怜悯或是一种警醒的心，说会不会我的看法是错的，我的判断是错误的。弟兄姐妹，因为这样子，主耶稣要我们不要有一个评论主义或者一个绝对的看别人是误差的。然后他用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那我们常常读在这样子觉得有一点会心的微笑，因为这个比喻太明显了。他说眼中的刺跟梁木马太福音第7章3到5节说，你为什么只看见弟兄眼中的木屑，却不管自己眼中的木梁呢？你眼中有大梁你怎么对弟兄说，让我去掉你眼中的木屑？那意思是说，你眼中一颗大柱子你竟然说人家有一个小木屑。所以耶稣这样讲，他说：你这为善的人，先把自己眼中的大梁移去，才能看得清楚，把弟兄眼中的木屑挑出来。弟兄眼中的木屑确实是有但是你的偏见、你的误解是比他大得多。所以你不是先移除别人家的木屑，而是你要先把自己眼中的那个偏见、那个歧视，或是所谓的大梁移掉。那人常常移掉自己的大梁是困难，你知道大梁要移多困难啊？一个木屑可能吹一个风就好了，或是点一个饮料水就好了。所以耶稣用幽默的方式点出论断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有人努力想毫发无伤从朋友眼中除去一片小木屑，但同时自己眼中却有很大很长的梁木，当然他被遮掩住了。当你被遮掩住的时候，你的处理方式就会产生误差，你的处理方式就不会非常的公平。所以弟兄姐妹，刺与梁是什么呢？人常常有一种倾向，就放大别人身上的缺点和问题，但却极度低估自己的缺点和问题的严重程度。那人常常就是这个样子。世界上会产生很多不幸，或是人跟人之间产生很多不必要的冲突，都是因这个而起的。耶稣他没有否认说这个世界没有梁木，没有木屑，这个世界没有说一个冲突不存在，但是他跟我们讲的是，你从内在，从你自己的生命开始，从你内在的梁木先除去。既然是梁木，要除去是多么不简单。有时候我们常会引导人信主，对不对？来受洗，但是你会看见说我们照顾的这个属灵婴孩是多么困难。有时候他一不小心就发脾气，一不如意就会怪罪什么东西，你都碰到过。特别是你喜欢传福音、带朋友信主的，那你不能一下子就跟他一般见识说你这样子吧，干脆不理你了你走好了，不要来了。你会一再苦口婆心、忍耐、委婉的给他牧养，给他扶持。所以，因为你先把自己的梁木除掉了，他的木屑就很容易看得见，很容易把它除掉。所以，当我们看别人的缺点，还有看自己的缺点的时候，你的比例不一样，你的力量就更大。所以呢，
另外一个角度是我们常常用乐观的角度看自己，对别人抱持怀疑的眼光。人常因为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问题，而拿他们当箭靶。换句话说，有时候我们当说别人有这样有那样的时候，到最后发现说，原来你讲的问题你都有，而且可能更严重。所以基督徒说，在主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你一天犯了什么多滔天的大罪，光是你一天讲错什么话，出错什么脾气。早上我们的慈宝老师在带第一堂敬拜的时候，就先带领我们做祷告，说神啊，求你赦免我们自己所常犯的罪。其实大罪我们容易发现的，小罪才麻烦。有时候不小心的偏见，讲一句评论的话，让人家伤害到，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要去克服的。所以基督徒常常认罪，其实常常在神面前求神赦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要走向一个更良善，也能够更算是圣洁的人，是必经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移开自己眼睛的梁木，好好处理自己生命的问题。那这生命的问题刚刚有讲过，除了认罪以外，一个属灵的一个捷径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发现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不了，所以我们常会讲说，我们来参加一个遇见神营会，或是参加一个内在医治的祷告，是承认自己的力量不足，用什么意志力，用什么规律的生活，用什么样的操练，没有办法克服自己，我们就完全摆在神面前，圣灵亲自移除过去。所以为什么人会把那个本性没有办法除去的部分交给神呢？这个礼拜我们看到一个 Good TV 的真情部落格的见证，因为这个见证刚好是常常来我们教会举行那个带我回家，有没有？这个永兴之家的一个义卖这位这一个弟兄那他接受真情部落格的一个访问，他也曾经在我们松年讲过那安肯弟兄呢，他现在已经当传道了，他在讲说他小时候怎么样成长，什么人格偏差，到最后沦落于成为一个吸毒者，钱都失掉了，连太太孩子就离开了。直到他遇见主，他觉得他必须要在生命做改变，勇敢拒绝很多很多的诱惑。后来他在更生团契得到再生了，借由更生团契的辅导，他生命被改变，所以他自己愿意投入一群更生人，大家一起组成一个永兴中途之家，办这一种有一技之长来做各种食品，自己自力更生。那个见证有时候真情部落格还常常会重播，牧师也贴了一个网址给大家，大家可以看一看。人的生命有时候改变靠自己是一再改都改不了，有圣灵感动，圣灵生命的改变才有办法。弟兄姐妹，耶稣讲的这些话，最终一个点是你自己生命的问题要勇敢去面对。当你把这个生命的梁木除去了，你会发现哇，世界一切都很美好，看到人都是可爱的、喜乐的、平安的是祝福的。所以我们要以对他人的批判来要求自己，并且以对自己的宽容来包容他人。最后呢，有一段经文突然间跳过来，第6节耶稣突然间讲到猪跟狗的问题了猪跟狗的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个理解，就是耶稣他在跟学生讲这些话的时候，也讲到福音的问题，传上帝国福音的问题。那这段话的意思应该是说，耶稣想到这个狗不是家里的宠物不是家里的宠物，而是在外面到处乱跑、成群结队的野狗。我们知道台湾的很多地方流浪狗很危险的，你不要一个人走过去，它突然间你骑机车，它整群冲出来，很多人这样受伤，甚至被咬
这个事情常常发生。那现在台湾这种情形已经改善很多，因为有一些动物的保护机构啦，还有很多特别有慈善人士去把这些野狗围起来来牵养。以前小孩子最怕的就是说哇，不敢走过这一边的，因为那条路有一家人的狗很凶啊，你走过去要不知道什么时候冲出来。小时候的恐惧感到现在有人还存在，怕狗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耶稣讲的不是我们家里的宠物狗，哇，你爱得不得了，那怎么还会来咬你呢？他是在讲那些野狗，有野性的狗。那犹太人的眼光，特别是喜爱泥巴打滚的猪，也是不洁净的。我们知道犹太人对猪是很排斥的，他们不吃猪肉的。那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些得到什么呢？圣经这样说：不要把神圣的东西丢给狗，他们会转过头来咬你；不把珍珠扔给猪，他会把珍珠践踏在脚底下。耶稣想到的狗，不是家里的狗，是游走的狗。喜爱泥巴，在泥巴里滚的猪也是不洁净的，因为这样他又讲说，神圣的物不要给狗吃，珍珠也不要丢给猪。那意思是什么呢？因为珍珠他讲到救恩在马太福音13章45到46节说，天国又好比一个商人寻找贵重的珍珠，当他发现了一颗极贵重的珍珠，就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来购买那一个珍珠。意思是说，珍珠是多么的宝贵，当你面对一群不可理喻也不可能接受的狗，你何必丢那些神圣的东西给他呢？何必丢那个漂亮的珍珠给在践踏泥巴的猪呢？他讲的话有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常常想要传福音给别人，但是他一直诋毁你，一直抗拒你，有时候你会做一种智慧的选择，也许这个时候不是传福音给他的时候，是让圣灵亲自动工，因为福音传给他，他把福音讲得一文不值关心他认为你是有特别的企图心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说，耶稣他讲的意思是叫他们学生有时候遇到那些拒绝福音甚至抵抗福音的人，耶稣曾经讲说，那你就脚踏一踏，让些尘土掉下来，就离开了，不必跟他勾勾泥就对了。那但是耶稣这样讲的话，也不是说我们就没有耐心，他要我们是对人蛮有耐心，并且坚持下去的，仍然是基督徒该有的反应正如上帝也这样满满有耐心的对待我们。弟兄姐妹，人际关系大概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困难的一个功课。其实我们如果把人际关系这个东西再延伸出去，你在职场工作，你在做生意，你在接待客人，全部都是跟人际关系有关。那你一旦要一劳永逸的把你的生命保养的那么健壮，你看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是像天使的，而不是眼中是戴着有色的眼镜，你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真心的对待。换句话说，耶稣要我们小心，不要因为评论别人，反而被上帝所评论。你说别人的是非，或却是别人点油罪记号，永远被排斥，在群体当中不会受欢迎，在工作职场当中没有得到人的帮助。更何况，当你是一个推销员，或是你一个 sales， 或是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你没有好的人际关系，你的生意就没有办法好。愿神赐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从生命里面那个泉水、那个洁净的旺盛，然后你发现，什么事情都打不到你，因为你被神所保护。你用喜乐、平安、笑容面对别人，你发现世界美好的地方太多了愿神赐福给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感谢主，我们现在做祷告，那我们之后先做一个信仰告白，之后我们再来做医治的祷告。我们现在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满满的恩典，让我们在人群相处当中有神的爱，
成为我们的力量。有时候我们难免受委屈，或是被不当的对待，甚至被误解。但是当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一棵梁木被除去了。当我们有健康的心态的时候，别人的眼中的木屑就很容易被移除。木屑移除，梁木被移除，那个和好美好的关系就出现了。愿神赐福给每一个基督徒都一个非常健康美好的人人受欢迎的人际关系。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上个礼拜举行洗礼式哈，那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呢，她叫周怡婷呢，因为上个礼拜也安排的时间哈，刚好她有营会所以不能来，特别安排。今天就他单独一个要来做信仰告白。不过我们还是按照程序来我们要来周报里面有这一首上一次唱的诗歌恩典之路，我们唱一次也当成我们的回应诗歌唱完的时候，我们再请怡婷姐妹站到前面来做一个告白我们来坐着唱。快唱完再出来就可以。可以到现在前面坐。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好，周姐妹可以来前面了。这是盼望之路，站前面，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我们周怡婷姐妹她从小就在这个圣教会的环境长大其实是一个从小就是基督徒啦，但是因为我们长老教会呢有一个规矩就是从别的教派要加入长老教会，我们会邀请他重新再确认他的信仰。其实原来的信仰只是说要重新做一个告白我们也按照这个规矩今天要请怡婷姐妹来做一个告白。那我先做一个宣布我们得到帮助是依靠耶和华创造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之名。怡婷姐妹站在我们的面前，她之前已经受洗，而且在教会得到很好的装备。今天她要加入富强教会，我们要跟她一起告白信仰，接受这一个信仰告白，有混于主的爱跟家的圣餐。弟兄姐妹，我们也一起来勉励，当我们每一个时刻都一直在告白我们的信仰，在一个新的环境一直在告白，当我们原先在跟神所委身的再一次确认，在主面前做见证。主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在我天父面前也必认他。所以这个时候要请周姐妹来回答我所问的，在投影片上也有第一，你深信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圣灵是你的保惠师吗？好，你是我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使罪得赦免吗？你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走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愿意如此行吗？感谢主，我来做宣告。怡婷姐妹，你在之前已经过受洗，成为基督徒，现在你重新告白你的信仰。我奉教会的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也是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富强小会的权柄，接纳你成为陪唱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与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以
欢喜、感恩的心来接纳周怡婷姐妹，来成为富强教会的一份子。主，感谢你在过去从小被圣灵所恩典，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受装备，也在各地的教会服侍你。今天他重新告白信仰，加入富强教会。我们求神亲自跟他同在，特别从外地来到台南，求你赐给他属灵的智慧，有信仰的追求，也有美好的家庭归属以及教会的参与。无论在小组里面、教会的服事里面，以及在自己的职场工作以及生活，愿神亲自带领他，让他的台南有更美好温馨的属灵的恩典。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学习，愿神亲自跟他同在。请你也保守他前面的道路，在神的带领之下，有美好的见证，有神恩典的道路，一路得神的保守。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谢谢，谢谢你，一起阿们哈。哎，还没有，向后转。你听到阿们都吓一跳。来，我们这位周怡婷姐妹，我们请牧师来送一个礼物给她。我们在座的长老来照一张相，长老现在照相，长老现在握手照相。对啊，来。你们小组要送礼物给你，我再做简单的介绍啦。我们怡婷姐妹她以前就是从小就是在圣教会的环境长大最近呢因为搬来台南在台南工作生活他们觉得她觉得要找一间教会来成为一个归属，所以她之前来参加教会，特别呢她有参加我们的激励小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激励小组弟兄姐妹都在这里，他的先生有来这边，对不对？是不是？来，汪业正弟兄，来欢迎他，欢迎你来。好，我们的亲友团赶快到前面来送礼物，要顺便照相。他单独一个，你们可以照相来，小朋友过来，你站中间，你在前面，面对大家。一起，你站在一起，对，一起照相。来，小组一起照相来，好，一起照相，一起照一张相。我们等一下就不用再照了。排好队，把那个口罩拿下来。小朋友要照到哦，好，有没有看到？照相，来，好，一起照。你的周姐妹我们一起跟她代祷关心好，拍手，谢谢。好，请回座哈。好，我们今天虽然下雨天但节目很精彩不少这个时候我们要来进行一个医治祷告时间。虽然人数少，但是勇敢有需要代祷的，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坐着唱，你到前面来，也请服事同工、长老还有敬拜团准备了我们来唱这首《是自由的灵》我们在一边唱的时候，需要代祷服事的到前面来，有心中的愁苦或是有什么要求神应许的，都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唱。是自由的灵请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不要客气一个两个都没问题到前面来一起祷告。驱走我心中的不安。到前面来，有人需要祝福祷告的，到前面来。哪里？勇敢到前面来。我们请同工到前面来协助，来，一起来。可以到中间一点。你的灵再一次。你的灵在哪
服侍的到前面来，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来赐我自由。我们音乐小声一起，我们在座的这位代祷，我们请同工开始来做服侍啊，愿神亲自应许在提出来的每一项祷告，愿神亲自应许，感谢主。感谢主，愿神亲自赐下恩典跟医治。我们再轻轻的唱，是不是你呢？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灵来使我自由。你的灵啊，再一次，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灵啊使我。我们请最后一次，弟兄姐妹站起来，我再唱一次。你灵啊，在哪里？愿神悦纳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灵来使我自由。音乐继续，音乐继续，我们的祷告服事也继续。牧师这个时候要来做祝福的祷告，愿神亲自悦纳我们在主面前所做的祷告。谢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有几位姐妹来到你面前，将他们的困难、身体的健康以及需要带到主面前。愿神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祷告，无论是服侍者或是本身向你呼求，愿神亲自应许，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主，我们在叩门的时候，你就为我们开门；我们在主面前恳求，你就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有困难的，有病痛的，有需要代祷的，也求你亲自应许。无论是在线上或是在现场，主啊，特别将4位姐妹交托你，求你亲自赐下你的恩典跟医治，赐下你的平安跟喜乐，赐下你的扶持跟保守。因为每一个人因为借着祷告看见神奇妙的应许，就加倍坚固我们的信心，来为主来做见证。神的同在，神的医治，神的赐下平安，与每一位在前面的同在，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祷告祈求祝福，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请回座，请坐，请坐。弟兄姐妹，我们在奉献之前呢，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节目了哈，是因为我们在2个礼拜前教会举行50周年庆典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委请一个外界那个很棒的一个影音公司帮我们制作了2个短片其中一个短片是教会历史的短片，那一个是形象的影片。因为时间不够，我们今天要播放其中的一个，就是10分钟的这一个影片。因为我们觉得很用心制作这个影片，虽然我们在爱餐的时候，我们在感恩餐会是有播放，但是那时候在吃东西不是很完整。我们希望说，在礼拜堂正式播放，献是一个礼物奉献给神，献神感恩的意思。我们这个时候来看一下，那我们请执事这个时候也拿奉献袋，我们就轮流移到每一个人面前开始来收奉献，这样时间比较节省。好，请同工来播放这个10分钟的这一部分。台南中会为了要迎接创立50周年，计划要在刚开始扩展的台南市东区成立一间教会，来成为50周年庆典的献礼。为了回应神宣教的事工，设立了富强布道所，
当时候聚会因着空间不大，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借用了仁和幼稚园的场地来聚会。上帝奇妙的安排是在那一年，有一位神学生叫王忠信牧师，他受派来成为这间新开拓教会的传道，建堂也同时在开始。在开拓的时候，从无到有，他的父亲王寿禄医师慷慨地捐赠了我们现在礼拜堂的这块土地，奉献了一笔大笔的经费。加上王忠信传道，他的母会就是台湾第一间长老教会，许多的人力跟资源来协助，所以在开拓的前几年，很多的资源都到位了。在4年后，1980年，王忠信传道就被按立为牧师，也同时新的礼拜堂就建好了。当我们教会第一次建好的时候，你在路边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教会。那我们很感谢神，在50年前，神就预备了富强教会这个地方成为台南市的祝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带领。那我们教会的礼拜更新，其实是在2000年，夏文学牧师决定将礼拜前的圣诗练习改成当时已经慢慢在兴起的短歌，希望社青团契能够负责这样子的一个事工的推进。后来我们编了100首的歌本，叫做《欢欣歌颂》。那从当中也挑选了20几首录音，烧成 CD， 送给全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到了2005年的时候，蔡正道牧师他为了不想让有些人因为语言上的隔阂，那就放弃接触福音的机会。那你们发现，假如我们只讲台语，等于是我们筑起了一个高墙，让听不懂台语的人就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教会来，所以我们就开始进行华语的礼拜。那感谢主，我们有一些很愿意推动的同工，他同时参加2场的聚会。那当时候的蔡牧师为了怕我们同工听了2场同样的题目，他觉得太无聊，所以他又准备一个新的一个讲题，所以他每个礼拜要准备3个奖章，他很愿意的付出。感觉在草初期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把华语礼拜慢慢地撑起来。很感谢主，到我们目前我们的教会的台语礼拜跟华语礼拜都有很好的成长。那我们发现全世界成长复兴教会有2个因素绝对不可缺乏的。第一个就是要有激励人心的敬拜，第二个是有再生能力的小组。那我们以前的长老教都是团契，那我是社青团契的第1届会长。那时候我们刚成立的时候，大概10个人左右。可是我们慢慢成长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必须要小组化，因为我们团契太内聚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团契内部再分成3个小组。而转变成小组最大的特色，也是在于让不同的年龄层以及他们适合的属性，他们可以在一起。也因为这样子，让许多的年轻人他们在这里找到朋友。我也看见在那个时期的年轻人，他们因着加入小组，他们变得更有自信，甚至他们也愿意带他们的朋友来到教会当中。所以在小组的经验当中，让我看见他们生命有许多的成长跟改变。小组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最基本的单位。那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牧养一些新来的教会的人，然后我们再慢慢成立一个牧区。那所以从1998年我们10个人的社青，到目前我们有3个牧区的社青，大概总共有200个人在聚会。在富强教会当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团队服事。富强的团队服事其实是蛮特别的设置。我们在2006年年初，蔡正道牧师他跟几个同工一起来讨论。那时候他有想要成立平信徒服事团队的可行性，在当时对长老会来说，其实是一种创举。而团队服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教会当中的信徒，他都可以一起参与教会的运作，也可以一起回应上帝的呼召。在服事的可能是牧师，可能是长老，可能是执事，但是可能因着时间的改变，
牧师会离开教会，长老执事他们因着选举他们会更新，这样会造成一些事工上的断层。但是团队服事的好处就是事工可以继续的永续下去，因为每一个信徒他们都找到自己的呼召，可以在教会当中来服侍神，来服侍人。团队服事的设置其实对教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蔡牧师来的时候，他带了很多的翻转让教会人数一直在增长，也就提出了重建圣殿这样的一个计划。之前的教堂是1980年建堂的，那后来因为人数慢慢的增加，我们开始增加了夹层的座位。那可是，一年当中总是有几次特别的礼拜天，即便我们放了补助椅，还是都满到门口。所以在2005年的长执会，我们就决定要开启第2次的建堂，10年6000万的原地重建计划。那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我们并没有大额的奉献，那也没有对外募款，是所有的会友一点一滴慢慢奉献出来的。那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神的恩典与祝福外，最重要的是弟兄姐妹的同心的祷告，彼此的合一，才能成就这样子在人看为不可能，在神凡事都能的神迹。另外，当我们开始要动工的时候，神也差派了他所预备的建筑师昌城建筑跟子兰建筑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规划、为我们设计内部的装修。我们在想说，那我们动工的时候要去哪边聚会的时候，神又有另外一个祝福，就让我们在教会的原址对面看见了这一块地，是由一个在做清洁工的姐妹来告诉重建的委员。所以神很奇妙，就是透过微小的人来成就这个事情，这个也让我们很感动。50在于人来讲，其实就是衰微的开始。可是如果放在教会呢，我认为50其实是可以无限循环。每一个世代的信徒，他都可以因着福音的缘故，努力的去创造自己所属的那50年，去回应神的爱。我们看见从过去到现在，上帝都不断的带领这个富强教会，让过去的信徒到现在的信徒，每一个人都一起在这间教会当中一起生活，一起成长，一起经历神。所以我想50年，它只会是这间教会的一个终点，不会是结束，而是这是一个终点，它会继续的带领教会继续的向前，走向下一个50年。这50年不是一个数字，而是无数兄姐所留下的汗水跟泪水、祷告，还有尾声，以及上帝不离不弃的带领。它是一个里程碑，提醒我们要随时数算神的恩典，也提醒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的荣耀里面。期待富强未来的样子，它仍然是一个充满热情、敬拜、追求真理，对上帝国度的扩展有负担，彼此合一，用爱和温暖互相成全的教会。特别我觉得富强教会有一个非常棒的能力，就是它有生命修复的能力。很多人他在生命当中遇到许多的难处，或者他其他工作上生命当中遇到难处，他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的生命会得到修复。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富强教会从第一任牧师开始，他所建立的这个爱的基因，成为我们教会一个很特殊的文化。感谢主，在新的时期，我们期待新一代的领导人，他们能够承接过去许多奉献给神的这一群长辈前辈，在他们的脚步当中继续向前迈进，让富强教会成为一个分享神的爱、分享神的祝福的教会，也能够在许多的事工当中成为众教会的模范，富于信心与盼望，强于宣教跟牧养。这是神给富强教会最美好的礼物，愿神赐福给大家。请起立，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
会众请坐。现在我们一起来读本月的金句，我们一起用华语来念一次。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接着我来报告，下周的司礼是郭信恩执事。肢体交通，第2点，本会提摩太牧区今日继续澎湖七美短宣队的服事。短宣队将于明天8月24号自七美返回台南，请继续为短宣队的后续车船行程及服事平安顺利来代祷。第3，大祷团的消息，第56期中保代祷服事已经开始报名，报名截止日是8月30。请有感动参与代祷服事的兄姐，于1楼公布栏登记您可以服事的时间。第4，本会定于9月6号主日，邀请救邪救命杨佑任弟兄分享见证，欢迎兄姐踊跃参加。我们看第7点，本会奖助学金的申请，申请日期是到8月30截止。凡符合申请资格的同学，请向办公室来索取表格申请。第8，本会邓瑞玲小组长应邀参与光与彩的世界绘画联展，地点是在新市区新港社地方文化馆。展出时间是9月5号到10月11号，欢迎兄姐踊跃前往观赏。好，以上报告，我们请牧师。好，我们先来欢迎。今天虽然下大雨哈，我们还有一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真的很难得。张学金姐妹是不是？张学金姐妹来欢迎她，用力鼓掌鼓掌啊！风雨故人来啊，不简单啊！先讲这个，因为我们的爱心午餐知道今天有正常的午餐供应，但是没有想到会下大雨，所以呢，我们突然间人数减少了，剩下1/4、1/5，所以呢，他们准备的午餐需要大家一起来捧场一下。等一下礼拜结束，大家不要离开，反正到外面也很麻烦，下雨麻烦。我们到3楼一起来享用午餐，一起来交谊，好不好？因为下雨天也不能去外面玩了所以大家一起来交谊，留下时间谢谢大家。那我再做一个补充刚刚有讲到这个救邪救命我们去年我们的主日学有跟这个救邪救命的团体一起来合作，哇！记得去年我们圣诞节的时候，他拿了很多的鞋子过来而且他们还特别整理整理呢有个不适合的，比如说什么高跟鞋那个在非洲就不适合有一些鞋子可能不适合，所以他们还筛选过有人发现说我们的救鞋竟然那么有用因为在非洲那个地方，小朋友常年都是用那个赤脚在沙土上因为那边因为又不是很卫生所以有很多沙藻。沙藻就是在泥土里面的一种寄生虫，然后一旦叮上你的脚就会被感染对身体影响很大所以他们后来发现说旧鞋穿旧鞋可以让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保护，所以这个救邪救命已经好几年在台湾经历很大的风动甚至每一年都有好几货柜的那个旧鞋载到非洲去，变成一个很大的事工。我们记得20年前不是有一位医生医生在那个非洲布吉纳瓦索那一个医生那个时候有募集了很多衣服现在变成募集鞋子
欢迎大家踊跃带人来听讲哈，来了解这个见证。那另外还有一个活动，刚刚在周报里面有写第5点，第5点有提到说，我们在9月13号，就是之后的9月第2个礼拜，我们邀请刘进展牧师来主持一个门徒培训造就会。除了有讲道之外，他们特别要在9月13号下午的2点到4点举行一个福音与幸福小组施工的研讨会。这个时候特别要邀请在座的我们的小组长，邀请核心同工，在下午呢，我们要一起来研讨说，我们的幸福小组以前用8个礼拜来完成，现在有不同的样貌不同的方式。像我们教会现在已经有衍生出不同的方式，比如说举行那个手作啦、吉他班啦，还有运动班啦，这个也是可以当幸福小组。那这个刘进展牧师他们自己教会也有这样的一些新的可能性。我们希望大家小组长跟我们的同工一起来研讨说，如果从我们的小组，我们目前所接触的 best 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呈现，也仍然可以传福音所以请大家在13号那天，除了早上的礼拜以外，留下来时间下午要举行这个研讨会请大家留下来参加。那另外就是从这一个投影片里面有3个我们需要报名的事工了这个使徒行传，我们要举行一个台语读经班。我们在上半年的时候有曾牧师来主持一般的一个华语查经班，有早上的还有晚上的。那我们想说，在下半年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跟这些长辈或是习惯台语的弟兄姐妹来一起研读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为什么要选这个章节这一个卷书呢？因为我们刚好要配合公报社举行了抄写使徒行传抄写使徒行传他们大概会在9月就开始书出来了。我们期待大家能够报名报名说我们50周年嘛，有50个勇士来抄写使徒行传。有人抄写过路加福音那个诗篇箴言都超过了有的越写越欲罢不能。期待这一次有50位来报名因为你先报名，我们又可以为你准备书，那一拿到了就可以拿回去写一般写也可以参加使徒行传的一个研读班读经班。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配套再一个我们就是要举行这一个硬笔书法讲习在硬笔书，我们邀请了平常在教我们写书法的谢福龙老师，要在9月6号9一次9月6号下午2点半到4点，要在敬拜中心3楼来教我们怎么样写很漂亮的硬笔书法。你要写圆珠笔啦、水笔啦，怎么样写得很漂亮、很有风格成为你的抄写圣经的一个非常好的纪念欢迎大家来报名，因为免费但是要有人员的限制60个，因为他要准备纸张什么的笔所以请大家预备欢迎大家来报名。所以有三个报名，一个是抄写圣经，一个是读经班，一个是参加硬笔书法都可以来报名那最后呢，特别有一点要请大家带祷了我们的提摩太有18个，有4个辅导还有6个他们现在还在七美。那没想到这几天一直下雨，但他们也在那边玩得不亦乐乎啦。反正年轻人有在一起就很热闹。还好那个时候，现在七美教会他们的建筑物非常新所以很适合、很舒服，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但是明天要回来，我们为他们祷告，到底是要从哪一条路线回来不知道。现在有很多变数原先的从马沙沟到七美这条线有开，那是最方便。如果不开，他们就要搭船上马公，马公再搭那个布袋从布袋搭船不是从那个索港搭船来布袋，布袋再搭游览车回来我们教会，不知道会不会拖很久希望他们能很顺利啦。那我有跟他们讲说，如果真的时间不允许，再多玩几天也没关系因为这个还是學生，还没有开学不过有些同工他需要赶回来啦，希望明天，因为听说那个下雨还要到礼拜1、礼拜2不会那么快，但是希望
海象能够很顺利。我们特别这2天为他们做祷告哈，为他们祷告。好我们的报告就到这边，请记得礼拜结束留下来吃午餐哦哈。好，谢谢。一起来唱颂荣的诗歌，诗歌结束后，请牧师祝祷。一生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特别与在七美的提摩太短宣队同在，让他们平安顺利回到我们的台南。愿神的同在与每一位弟兄姐妹，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来避讳。